2022年4月13嘛是咱世界台湾文化论坛第31回第31回已经经过差不多5、6个月其实是咱这个论坛上早开始是差不多1年半前就开始介大省是为着要编这个台湾通信30档的纪念特刊这个阶段任务完成了后咱就来改做世界台湾文化论坛。这个论坛的用意就是讲要招大家用咱的台湾话来论台湾的各种的代志所以是咱到目前为止，咱有无共款的专业而且大家用台湾话来交谈安尼是希望会当讲，咱台湾话会当对着咱即个科技，还是讲社会现代文明的进步咱台湾话嘛会当对着安尼来进步啦今仔咱真欢喜咱有邀请到即个代伙伴台湾味的台湾料理救援队的制作人来即个分享因安怎制作的经过咱嘛有请到因的团队即柯碧华老师来伫遮要甲咱分享啦较顶介绍即个暖曾文溪的广播电台因遮团队有人会入来无咱伊若入来先咱较来介绍啦我先来介绍即个碧华老师啦碧华老师，你即摆人住伫倒位？我住伫打狗。打狗你本地是屏东人还是打狗？本地我是汤人。好，OK。你听讲你即摆是本地？你是读即个高雄师范大学嘛嘿，是。即毕业嘛嘿。听讲你有出版几本画本你敢袂当甲阮小可分享一下？我是前几年有去申请迄文化部的计划，最主要是做迄种纪念级的绘本，1本，无几啊本啦。或者龟姬牛幼米菜。好，即摆就是迄个小舞小舞你敢会当出声？我摕1本。你摕1本好，多谢安尼无我就甲时间交互你你较来介绍小舞咱节目咱就来开始较顶若是即个赖家树先生若有入来的时阵咱较搁请陈瑞来甲介绍一下，好无好，安尼咱即摆就来开始。好，大家好，我是乌肉。乌肉就是伫个咱台湾味的料理救援队最后有一个台语教室，我内底就是用乌肉的名，我叫做碧华。今仔真欢喜有邀请到小吴就是咱台好朋友的小吴。你的 video 无去，敢会当开一下？无去。好，来我找一下。好，应该佫出现我拄则可能无拄好去移掉，歹势。我差不多伫个2018年的时阵开始甲咱台好朋友合作。我要偷偷讲者迄个小吴的秘密，其实一开始合作的时阵伊甲咱即马台湾一般的少年人共款，台语无啥咧懂。老师，你的画面佫无去我的镜头伊毋知安怎会自动关起来呢？安尼无法度。照你讲，你甲介绍伊会自动歹势，伊即马佫关起来，我毋知影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无啥个人稳好，我来讲一下小吴的秘密啦伊就是一开始其实伊台语真正是无练懂，要讲一句完全的真正无法度。毋过大家等下听就知影讲，伊进步有够济到啥物程度？济到伊去上迄电视节目访问，伊已经是迄个电视节目内底去过上济摆的来宾，看伊进步偌济，讲偌好。过来就是一开始其实
台文伊是看无诶。啊，毋过阮合作即几年来吼，阮伫咧写赖诶时阵，阮拢用台文，所以即马吼，毋管是汉语、罗马语，伊拢会晓啊。啊，过来，我感觉带带伙伴有一个互人真学乐诶所在，就是讲吼，有坚持理念，就一开始有建议引用白话字，这是咱台湾已经有百几年历史诶台语文字，啊，所以伊嘛一直坚持到呾，无因为讲伊要做商业，所以就甲即个物件去杀去。我想莫讲伤济啦，咱是毋是即马就来欢迎小吴来分享？多谢大家。老师，多谢老师的小解。啊，大家好，我是小吴，啊嘛是真欢喜有这个机会，就是梁光兄甲秀班之家的邀请，啊，佮有这个碧华老师的牵线，就是当互我有这个机会来这个世界台语文化论坛来分享阮这个制作这个台语漫画的这个过程，嘿，啊，拄则老师安尼学了，常常小可紧张。然后讲了无好啦，所以就是大家较忍耐者。嘿，啊，这是阮的好朋友，就是甲我阿公，就是阮即个料理委员队的主角。嘿，就是今仔日嘛是用即个背景较老练的感觉。嘿，所以我就是，啊，毋过可能线顶有一寡朋友也无看过阮即个料理委员队的漫画，所以我就先来分享一段阮的第二季的预告片。好，啊，我来先放一段影片，互大家看者。好食的料理，食了互人有幸福的滋味。不过，这款滋味却去互歹心恶落度的人摕去做歹代志。不是我哦，我已经收卡洗手啊！料理救援队全新的故事。鸟鼠头家和料理救援队感化了后，竟然又搁发生利用料理控制人的事件。校长，发生什么代志？料理救援队领转来啊！经过校长调查，发现这个代志拢甲阿公因代代校园的好朋友有牵连。不过因看起来无啥对人，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保护在地食食文化，就交予狗仔阿公、猫咪阿月仔、兔仔阿草、羊仔阿雪，请收看台湾味的料理救援队第二季。好食的料理。好，这就是阮第二季的这个预告片。啊，即马这个漫画拢会当伫阮的 YouTube 频道顶悬会当看到啊。嘿，啊，我就开始今仔日的小解，但是我来测看一下。好，今仔日就是要和大家来分享这个料理救援队的这个台语漫画的制作的过程，背后有啥物？趣味的代志，要咱和大家来分享。啊，我就是代表阮公司，就是立升科技公司的这个动画设计师。嘿，啊，我就先小解一下我家己。嘿，我叫做王小吴。啊，我家己是台南人，就是台南出世、台南大汉的。啊，是到大学的时阵才来高雄来读册。然后毋过我一开始是读这个软体工程系，就是较类似这种资讯工程，就是甲电脑相关的课程。啊，毋过我家己是，我也是对即个设计方面，也是艺术即方面的物件较有兴趣，所以就搁去考即个成大工业设计研究所。啊，毕业了后，我嘛是留伫台南咧找头路，啊，就是家己目前的即个公司，就是李来是立升科技，啊，到即卖已经8年外，所以就是即段时间来，阮公司有做过做者无共款的事业，所以我家己的即个角色嘛是有经过做一摆的转变。吼，就是有做即个 user interface 的设计啊，还是讲尾仔有即个代 difference 即个品牌出来，啊，佮有即个料理救援队的漫画的即个编剧，佮有动画设计即方面的工课，拢是就是做足侪无共款的代志。啊，拄则老师有讲到，就是我有去参加即个台制日常的录影，啊，因为中即位就是主持人曾家印老师，伊是即个台师大的教授，吼，就是嘛是台文系的教授，啊，佮有佩华老师就是陪我做伙去录影。啊，因为这两位老师都算是我的贵人，所以我就放这张相片做一个纪念安尼。啊，今仔日开分两个部分来和大家分享，就是头一个就是阮公司原底是咧做这个软体开发的，啊，就是安怎阮的公司会为这个软体开发的公司转型来做这个专门为着台湾的囡仔来做的，尤其是台语这个内容的这个作品的创作，啊是安怎做这款转变。
这是头一个部分。啊，第二个部分是这个大家应该是较有兴趣，就是这个台语放假台湾味的料理救援队伊的背后有啥物秘密？哦，佮有这个阮这个创作团队背后有啥物挑战？啊，就会伫今仔日的时间内底和大家分享。好啊，大先就是先小解阮团队有啥物款的人组成的。吼啊，其实阮团队这个公司已经成立要10档外，应该10档外吼。啊，一开始是阮头家甲因的一寡大学的同学，因嘛先台算是我的先辈，就是因是正港的资深工程系的一张先辈安尼。啊，因就是一开始是伫台北创业，啊过差不多几冬了后，就搁甲即个公司刷来台南遮。啊，我就是迄个时阵加入即个公司的。啊，阮一开始其实是做一寡商务啊，也是讲教育方面的软体的开发。譬如讲，阮就是一开始有做一寡手机仔的 game，就是手机仔的 app， 就是会当互一寡要准备考试的学生，会当用一种算的方式来背遮英文的单字，就是应该做侪台湾学生，经过一段足长的时间，拢是在准备遮个考试啦。所以，阮就是想讲用一款较轻松的方式来互因来学习。哦，所以这是较早期的工课。啊，中我搁转型做即个算是叫做 indie game， 就是独立游戏的即个团队，就是倒手边即2张相片，大家当看到。阮是去参加即个台北的电玩展览，就是电玩展的即个状况，嘿，就是阮迄当阵就是有即个呆呆粉丝这个品牌出来了，就是遮个角色就是伫即个游戏内底豆豆安尼产生出来的。吼，啊，到即马就是已经转型做互囡仔看的漫画，佮有即个囡仔册遮个内容，就需要较济即种美术方面的人才，所以阮就是豆豆佮招一寡少年朋友入来阮的团队，啊，到即马就是会当看到正手边即两张图，就是阮为一开始的是工程师为主的团队，转做是设计师为主的团队，所以这是阮公司的一个转变，就是成员的转变。嘿，啊，过来是即个品牌，就是大家粉丝的品牌。为一开始的游戏都有一个一个基本的一个设定，就是因是学校内底一寡好朋友吼，啊，一开始就是做一个游戏嘛，啊，到中就是变做是做互囡仔看的囡仔歌，所以迄个美术的风格啊，拢会一寡小块转变。啊，到上尾啊，即个料理救援队是算作是做一个放假，所以伊的迄个色彩啊，也是讲啥物色水色滴拢会。无啥个转变一界安尼，所以就是阮有无共阶段的即个转型，就是会当伫阮的品牌甲有产品内底拢会当看会到。啊，阮就是差不多伫2018年的时阵，就是确定阮的路线，就是要为着台湾囡仔来创作，啊，尤其是用阮的母语，就是台语来创作，嘿。好啊，阮就是主要的理念啦，就是讲希望会当陪伴囡仔来快乐来学习。毋管是学台语啊，也是讲学一寡生活当中的知识，也是讲，或者是会当用无共款的方式，会当甲因陪伴因做伙快乐来成长啊。所以，阮就是做除了讲有漫画以外，佮有囡仔歌，啊嘛有做一寡囡仔歌，佮有 MV，吼，佮有请迄个老师来编即个舞蹈，就是互用无共款的方式，会当互囡仔来学习才会接受到阮台湾的文化。嘿，所以这是阮主要的理念。过来是安怎阮会为即个软体的开发变做是要做即个互囡仔看的物件嘛？啊，是因为阮就是之前有参加一寡展览的过程，来发现讲阮的物件拢会吸引着囡仔外过来看，就是因为阮一开始做的迄个游戏，其实伊无限制是互囡仔算的，就是你啥物年纪拢会当算啊，就是虽然讲伊是看起来较古锥，啊，可能嘛是因为即个原因，所以可能有爸母会带囡仔来踅即个展览的时阵，就会停伫咱的单位遐来看觅，阮是咧做啥物？啊，迄当阵我嘛是有做一寡红啊，就是我拄则摕即只狗仔跟红啊，佮有伊的好朋友安尼，啊，就是互囡仔了解讲，其实阮有遮个角色，就是台湾原创的角色安尼。啊，有一段时间是因为迄个台湾做流行迄个掠红仔的机台，就是阮迄当阵嘛是排大的时阵嘛有去做即个机台，互囡仔来算，所以伊其实会当发现讲，伊市面上的即个本土的即种，阮是讲 IP 啦，就是还无遐尼
也无遐尼济，所以阮迄当阵就是安尼来试看觅，就是看市面上诶接受度。嘿，啊，佫有，这是较尾仔，就是阮开始做即个囡仔歌诶时阵嘛，是有去参加一个展览，啊，会当发现讲，其实父母就是甲囡仔做伙来看即个故事内底咧讲啥物，所以迄个使用诶情况，阮感觉是袂歹诶，所以就是会当透过安尼参加活动去观察着即个使用者诶反应。啊，这是较最近一摆啦，就是阮去参加即个台湾文化馆诶馆庆，啊，阮迄当阵嘛是有去拜达，啊嘛有请即只大只阿公去甲囡仔做伙翕相啊，安尼其实因诶反应嘛拢袂歹啦，所以阮感觉这拢是真特别诶经验。啊嘛是透过这经验知影讲，其实囡仔是介意阮物件。啊，佫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阮有两位同事，就是伫差不多4五当前，就是做爸爸了后，因想要为家己的囡仔做一寡较特别的物件，所以迄当阵，阮就是观察到即个市面上啊，其实就是讲台湾本土的即个故事其实无侪啦，就是尤其是伫 App 顶悬的即种有声册，就是电子的内容，其实迄当阵也无介侪。啊，阮就想讲，阮回去家己来写看觅，写故事写看觅。所以阮家己虽然阮拢毋是文学相关的专业的啦，毋过阮就是想讲，大家就坐落来讨论啊，就是譬如讲回想你细汉的时阵，甲厝内底人相处的一寡经验，譬如讲我甲阿公的故事，我就甲写落来。啊，我同事的是写，可能伊甲伊爸爸还是伊妈妈有一寡相处的过程，我就甲写做一寡短短的小的故事。啊，佮甲，譬如讲有放一寡会当互囡仔学习的，譬如讲冰箱内底有啥物无共蓄水的果子，安尼啦，会当互囡仔了解讲，台语的迄个蓄水要安怎讲。所以这就是阮豆豆一步一步安尼转过来，就是做一个互囡仔看的内容的产品。吼，啊，这两张图就是，迄当阵嘛是有互即个台湾的苹果公司，就是 Apple，即个 App Store 的编辑去注意到。啊，迄当阵其实我应该会当算是第一个用台语而且是有甲台文放入去故事内底一个 app 的作品啦。所以迄当阵就是2月21号，就是世界贸易日迄当，因就是有特别做一个专栏的报道，吼，嘛是一个足特别的经验。啊，边仔即张是迄个父亲节时阵啊，啊，伊嘛是有去采访阮的两位同事，所以拢是一个算是阮较特别的经验。嘿，啊，过来就是，其实就是坦白讲，阮一开始当然是先为阮家己较敖写的，就是华语的版本去做。啊，尾仔就是感觉讲，其实阮的母语拢是台语啊，啊，归去落来家己做，搁做一个台语的版本，所以就是拄则阮就是有想讲要去邀请到即个专家来加入，所以就是找到即个台乐会的老师，就是拄则的迄个。拄则迄位欧巴老师，就是郭碧华老师，啊，佮有洪叶心老师，就是因两位老师来教阮的即个故事翻译做台语的版本，啊嘛是用即个台乐的即个方式来呈现伊的文字吼。啊，配音嘛是由欧巴老师来配啦，所以伊规个台湾气都就有台湾气安尼，对，所以就是阮就是足感谢两位老师的即个阮斗相共，会当甲阮即个。好一个台语的作品安尼产生出来，啊，即个台语的版本，阮阁有加一寡较在地的故事，譬如讲阿公甲因的厝内的人去洗牙齿啊，还是讲伊妈妈带因去公园佚佗即款的，就是较生活化的内容。所以阮感觉这就是会当甲市面上摆的故事较无共的所在。啊，阮尾仔是阁有请阮朋友，就是登录一个版本，就是放伫 YouTube 顶悬，就是单纯会当用听的，就是有声册即个形态。所以若是大家有兴趣嘛，会当去 YouTube 顶悬找。啊，这就是阮头一个台语的作品。啊，尾仔就是因为迄当就是2018年做完即个台台囡仔故了后，就是拄好是拄着迄个国家语言发展法，就是豆豆有咧推送嘛。啊，佮有迄个公司台语台嘛开台啊，所以就是即个时机拄好啦，是开始愈来愈侪即种台语本土语言的创作出来。啊，老师嘛是就是鼓励阮去申请即个文化部的本土语言应用甲创作的即个补助案。所以阮迄当阵就想讲好，既然阮要做，就是爱
做一寡较无共款的物件，就是市面上无人咧做的物件，所以阮就应该算是戆胆，就是了落去做，就是选即个台语放假来做。啊，因为阮进前其实嘛无相关的经验，所以真正佫是一个头一摆的佫头一摆顶来的一个挑战啊，对。啊，我迄当内底就是做即个，除了讲有放假料理幼儿队以外，佫有即个台语教学的影片，就是邀请着欧巴老师来小解遮放假内底讲到的一寡技术，吼，啊，佫有会当摕迄个放假内底的食米，阮就譬如讲碗粿，阮就真正买碗粿来翕，就是互囡仔知影讲即个食米生做啥物款安尼。啊，除了即两个影片以外，阮佫有做即个幼米菜的即个游戏。吼，所以就是一当来做一个无共款的即个作品啦，所以迄当嘛是真有挑战的一当，对。啊，即个台学台语台湾料理的即个 app， 即摆应该是嘛找得到，所以大家嘛是会当去download看觅，拢是免费当耍的，对。啊，过来就是过2档，就是今年阮过推即个第二季的料理救援队的放假，啊，共款是有放假甲台语教学部分。啊，无共的是，就是你会当看到即个图内底，就是有今天足侪只无共款的角色，啊，才会佫有，就是讲有新的角色以外，佫有新的一寡剧情出来。啊，其实遮个剧情拢是，遮设定其实是足古早进前就生出来，就是我拄则讲着，就是阮有做迄个游戏嘛，阮是差不多5档前做的游戏，迄当阵就甲遮个角色拢设计出来，毋过就是第一季的时阵可能无迄个机会会当互因出场啊，所以阮就是第二季咧写新的故事的时阵，就想讲，会当互因个出来嘛是表演一下安尼，所以就是甲遮全部的角色拢放入去第二季的即个放假内底，所以大家若是有兴趣，当去看觅找看觅遮个角色是伫倒一集出现的，对。啊，过来，这是放假的部分。啊，阮拄则嘛讲着，阮佫有做迄个囡仔歌，啊，这佫是另外一档的即个计划。啊，迄档内底阮就是做3条原创的囡仔歌，啊，即个音乐的部分就是找着阮配合足久的即个音乐制作人，就是Mark林先生。那啊，伊就是为阮一开始做游戏的时阵，就负责帮阮做即个音乐配音的部分的一位足有才华的嘛是少年人啊，啊，伊就是帮阮完成这3条歌。啊，其中一条台湾好料理嘛，是我家己家己找一个挑战，就是我家己去写词甲写曲啦。啊，伊甲阮即个编曲的部分完成安尼，所以迄当嘛是就是做3条歌，啊，佮用无共款的方式来呈现遮个，就是即个 music video 的部分，就是有放假的版本，啊嘛有像下骹即张图，就是阮有找老师来编迄个舞蹈，啊，找即个专业的就是即个姐姐啊，伊是专业的迄种主持人。会当伫现场带囡仔来跳舞的迄种姐姐，嘿，啊，伊就是请因来翕即个 MV，啊，迄个若是大家有兴趣嘛，是会当去找即支 MV 来看，因为伊的舞蹈其实无遐简单，就是你跳完真正是有一种咧运动的感觉啦，所以就是大家伫厝无聊嘛，会当找出来看觅者，啊，就是有即种无共款的即种 music video 会当互囡仔来。透过是会当用一种唱歌的方式来认捌着遮个，毋管是台语还是讲遮个台湾文化。因为阮即个台湾好料理，佫有做另外一个版本，就是因为阮是伫台南的公司，所以阮就是有去迄个，譬如讲国华街啊，还是讲赤坎路附近，就是有招一个即种好食物的店嘛，所以阮就是真正去翕遐物件出来，互囡仔看，所以就是有做即种无共款的版本，对。啊，除了讲有遮算是较大型的计划，阮嘛有一寡就是平常时啊，就是会伫阮的面册顶悬放一寡图文的即种，就是譬如讲有啥物节日啊，还是讲有啥物，譬如讲进前疫情较严重的时阵，阮会放一寡即种提醒大家爱洗手啊，有一寡卫生相关的即种台语的即种图文的图片。嘛是会当互，譬如讲学校的老师来摕来使用的，所以就是阮就是平常时啊，就是会经遮个即个面册啊是，即嘛嘛有 Instagram 的page，所以大家拢会当来去看觅遮物件。
啊，除了讲有阮家己诶物件，我嘛有甲别人合作，就是拄则有讲着，曾家英教授伊有出即个3本诶画本，啊，这是阮头一摆参与即个画本出版诶即个计划啦，就是这是正规出版社出版诶。啊，这3本画本就是除了实体画本以外，佮有做3支微电影，嘿，就是每一本册头前拢有一个 QR code，啊，伊会甲扫入去，会当看到才动画，啊嘛是有声诶呢，所以就是囡仔会当哪看册哪看影片，嘿，就是会当配合。啊，郑家英教授伊佫有去找手语诶即个老师来比遮个故事，所以应该是足澎湃诶一组诶即个画本啊，对。啊，这嘛是阮头一摆参与诶画本诶出版，对。啊，佫有另外一个是公司台语台，伊正前嘛是有一个节目是咱诶歌，伊是全部有12条诶囡仔歌，就是甲一寡可能是较古早是较新编诶歌，佫专心去编曲，啊，定去笑也是定录音安尼。啊，阮就是有参与着其中诶6条歌，吼，啊，遮个拢是用无共诶美术风格去呈现，啊，其中一条就是天顶闪的尾，我嘛是有放即个调理剧团队的角色伫内底，啊嘛是一种无共款的一种作品的呈现的方式。啊，佮有另外是即个今年的即个台湾通信30周年的即个纪念特刊，我嘛是有倒落咧一个，就是正正是地定有邀请阮去画即张图啊，就是庆祝即个30岁生日快乐的图，所以阮就是用疗愈剧团队的即个方式来呈现。啊，佮有另外是即个文化馆迄边嘛是有，就是周定邦老师伊嘛是有邀请阮做一个小解即个两挂作品的即种影片，所以除了讲阮家己的物件，我嘛是会当甲做者无共款伫台推广台语即条路顶悬诶无共款的专家来合作，所以我感觉每一个机会拢是阮拢做珍惜、做感恩的即个代志。好啊，拄则讲的就是阮过去做的作品嘛。啊，即马就开始讲即个疗愈剧团队的创作的秘密，吼，就是疗愈剧团队到底是安怎生出来？拄则有讲到就是即个阿公，阮伫即个台囡仔故内底有有一集是咧讲阿公甲伊的爸爸妈妈去踅夜市仔的，吼。啊，即个踅夜市内底就是会当看到做者无共款的好食物啊，比如讲臭豆腐，啊有梨仔签，就是有甜的有咸的。啊，佮有，就是会当看到即个阿公的面，就是足欢喜安尼，啊，伊就是看到啥物物拢足想要食，啊，这就是伊的个性，阮就是家设定做一个较使食的一个狗仔呢。啊，佮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讲，其实阮每一个人，逐工拢爱食物件嘛，啊，尤其是台湾的好食物足济，啊，就是足多元安尼，所以阮就想讲要甲即个，即个台湾的文化佮放入去，应该是讲。变做是一个主题，甲做放入去放假内底来做。啊，除了讲单纯来小解遮个食物可能无够好看，所以阮就是设计一只鸟鼠仔头家，伊就是一个歹人的角色。啊，伊就来甲对遮个食物来比骹手。所以若是即个疗愈过程中发现讲，啥物所在发生一寡怪怪的代志，应该去解决。啊，就是即个鸟。暗讲遮校长就算是因的 leader， 因就是爱带领即个阿公甲因好朋友去解决遮个问题，所以一开始就是有即个基础的设定是安尼，就是阮想讲要甲用台湾食食文化甲放入去即个较趣味的故事内底，啊变做是阮漫改主题，对。好啊，有即个主题了后，阮就来开始写故事，吼，所以。拄则讲着就是，阮一开始是完全袂晓写台文嘛是讲了足无认真的一个团队啊，所以阮一开始就是用华语来写阮的剧本，啊，佮请台语国文老师来翻译。啊，第一季的时阵是请洪老师甲曲老师来做顾问，啊，第二季的时阵佮邀请即个陈立文老师加入阮团队，所以每一位老师拢互阮足大的帮衬。譬如讲，阮即个中有一段是即个咧讲，因摕即个新奇食谱出来时阵的画口号，画的口号就是好食料理有香肉小弟，好片的芳开，煞脆滋味，啊，佮上介重要的是生伊食水甜，啊，因就是逐集拢会画即个口号，啊，
即个生意食水甜就是一个台语的俗谚嘛。啊，阮其实一开始写华语的版本是写上介重要的是对料理的心意，啊，迄个感觉就差足济，就是感觉讲你用生意食水甜，迄个台湾开了加足济，啊，就是感觉较有 power 的迄种感觉，所以阮感觉讲，其实老师的这建议落来，阮就会当去甲即个剧情改啊愈较好，所以阮感觉拢是一摆一摆安尼去学习讲安怎写较好，对啊。到第二季的时阵，阮就是家己去试看觅，就是直接用台语的思考去写这个剧本，就是会当先甲一寡靠台语开的物件先写落来。所以即马老师因咧翻译的时阵可能较顺安尼，对。所以这就是一个算是有一个真大的进步啦，对。啊，刷落来就是卡本写了，就是可能会当进入到配音的这个工课。啊，配音我嘛是找专业的配音老师来配。啊，即马就是先请大家看一段影片，啊，会当来约看觅这内底有人的角色是倒几个老师，内底有几个老师来配。好，我先放送互大家看者。是。狗仔阿光、猫咪阿月仔、兔仔阿草、羊仔阿雪，因的任务就是保护在地食食文化。真奇怪，这档的碗粿有一个怪味呢。系啊，食过这档碗粿的人，面色拢怪怪。有人伫这碗粿边骹手，迄个头家怪怪，伊咧找碗粿的时，不时擦头擦面，嘴阁细细念，竟然别行啊！我是鸟车头家。台湾味的料理救援队。好，大家会当约看觅内底有几个人来讲话，就是有几位配音老师。等下，我是小班，我要啥诶？小小班就来帮咱约者。干嘛要个约？我知影我的老师伫遮。等下，我先关员一下。工几个？两个。哦，好，我来。还有一个，我有一个尔。好，等下，我先切转去。我迄个。好，这是第一季的时阵，影片，所以迄当就是两位老师来帮我配这6个角色，啊，佮有一寡过路人的角色吼。啊，到因为第二季的时阵是愈仔济，全部20几个角色啦，所以就是变做佮加请一位老师入来，嘿。啊，我嘛是放一段，就是大家咧录音的一个工课情形，甲大家看者。这样子，等下。来，大家伙份碗，我哩陪咱碗去8招哦。车头家老早，我们一人一粒元气饭碗。无问题，我的饭碗是真材实料，一定会互恁学落甲会发指。你有啊？你今仔日就要等期待了后。阿公、阿伯仔、阿雪、阿草，恁准备好啊？阿我da有传什么好食的，互大家。我敢若闻着香味哦。阿公，你放了我的等落冰上，我流腿烂啦。市场里救援队欢迎恁来。这家子茶啊，要送互大家。除了早安阿姨，都有高兴学大，我啦，敢若就路拢无去啊。而且我甲同事这日子已经去看过啊，因拢无伫厝。感谢恁来参加今年这活动。舞台上，我超工全要上阵的超ขึ้น来做。哎呀，有必要嘛？要自己舞台呀。大家咱看着这是配音的老师因的表现的过程，这就是我伫边仔录的安尼，就是会当因一个人会当分配做侪无共款的角色，伊的迄个声的关节拢会当自由安尼变化，就是足精彩，对。
安尼我个倒转来我的 keynote，那就。就是这三位大家当看到这三位老师咧配音的时阵，伊其实是摕这个纸本的卡本，这是因为阮第二季的时阵是先甲这个卡本写好了，直接录音，阮录音了后，搁去做这个网架来，就是做这个动画画面来配合因讲的迄个，譬如讲因讲话的速度。毋过阮第一季的时阵是先甲这个网架搁完成，就是完全做好了，搁请因来配音所以迄个制定是无啥共的。阮即摆是会用即种方式来录音，是因为阮譬如讲因配音了后，阮该去调整迄个角色的喙要安怎叮当，所以我是感觉即种方式可能会较好，就是因会当用迄种较自然的讲话方式去表现迄个情绪还是讲迄个语速，就是讲话速度安尼，所以这是即摆一个无共款的改变吼。阮就是即个录音的部分是算是外面的外口的专家配合的。阮家己公司内底是负责即个美术甲动画制作的即个工作。伫即个美术的工作要开始的时阵，就是需要有即个基本的设定，譬如讲，料理救援队因有一只车，就是叫布布啦，就是一只猪仔的造型的车。伊其实是迄个自动驾驶的，就是因为因是囡仔人嘛，所以因无迄个驾照，所以伊就是譬如讲校长会当伫迄个电脑内底设定因要去的所在，伊就是会当自动开过去，就是有即款的设定。即个布布的头前阁有一个 monitor 会当看到，会当甲即个校长来讲话，所以就是较有科技的即个物件伫内底。中即张图就是因的即个秘密基地，就是一张足大张的树仔，就是因伫内底会讨论一寡代志也是讲校长会伫遮办公外口有一个足大的一个所在，因就是会当伫遮开讲还是讲伫遮烘肉之类的一寡活动的所在。阁有边仔，即就是即个因真重要的一个道具，就是即个神奇食谱。顶悬就是有因的手印，就是四只动物的手印，因就是需要，若有需要迄个呼叫迄个好食物的时阵，会当画拄则迄个口号，会当甲即好食物呼叫出来。阁有即下骹即张就是阮因为之前会当看到阮遮个角色有穿迄种较像学生囡仔的迄个制服的迄个造型。到即个料理救援队的时阵，我就是甲转做是另外一个类似即种队服啦，就是因拢会穿差不多造型的，毋过是无共款的设置所以就是譬如讲阿雪就是伊是查某囡仔，所以就是穿一个裤裙可能土阿草伊是一个较头脑较巧的一个较乖的学生，所以伊就是穿较整齐有领迄种 polo 衫尾仔阁有加一个目镜，就是较头脑较好迄种感觉啦所以就是有无共款的个性落，无共款的迄个穿衫的方式。过来就是这是第二季的即个学校的一个设计图，因为阮第二季的时阵就是用迄个分镜，就是有做较幼露，就是有无共款的角度去变化，所以就是即个可能学校内底有啥物无共款的建筑阮就是爱先甲规划出来，所以你咧画的时阵较袂去污迄个空洞的去污对。好，过来就是头前的遐个基本的设定完成了，就是开始会当画，照迄个卡本去画即个分镜，就是算是图稿的部分。即个阶段就是除了讲阮家己咧制作即个美术，甲有动画人员会当知影讲即个故事大概是偌长，阁会当去记录一寡，譬如讲即个画面需要啥物款的声音，就是算是会当含即个音乐制作人遐去讨论。譬如讲头前的即个翕即碗是控肉饭的时阵，伊可能有一寡 bling bling 的迄种感觉出来，所以就是爱伫遮加一寡音乐的音效效果伫即个画面内底，就是会当伫即个阶段去确定落来阁有会当去确定讲规个影片大概偌长安尼，阁爱画几张图，所以伫即个阶段就爱去确定落来，安尼尾仔再来进行即个原画，就是即个
即个图稿的即个成品的即个阶段。啊，即个阶段佫分做3项物件，就是讲头前的即个角色嘛。啊，即个角色可能就是有可能伊的表情有啥物变化，就是爱伫遮拢爱画出来吼。啊，佫有即个伊的动作，譬如讲伊的手会安怎变化，伊是压低啊，是讲伊无摕物件，就是伫即个阶段就爱去甲画好势吼。啊，尾仔迄个做动画的时阵，才袂就是较爱重新来去调整对。啊，拄则讲，这是第2季的角色啦，就是阮佫有做较。就是拄则讲着较幼柔的迄个角度，所以就是嘛是伫即个阶段就爱去甲定落来。啊，佫有譬如讲新的角色的迄个穿衫的迄个造型嘛是伫即个阶段去确定的。啊，佫来就是拄则讲有角色，佫有背景。啊，边仔即张就是头前会当看着迄个图稿的时阵的迄张，因的秘密基地就是树仔骹，啊尾仔就是甲伊的造型改做是。小可像迄个鸟，毋是迄个校长的迄个造型，还是一只暗光鸟的迄个鼻仔甲迄个伊的目睭安尼，就是有即个造型的变化。啊，即个树仔较是较定定会出现的，所以咱就会当重新来使用即个画面。啊，佫有其他是即种配合每一集无共款的主题，落来去画迄个无共款的背景。譬如讲有过年时阵的迄个鸡仔肉啊，还是讲伊去食空肉饭的时阵有一个，那像迄种大屉厝的迄种。路边摊迄种，啊，佫有迄种去食串冰的所在，所以就是每一集拢有无共款特别的即种风景。阮就是甲一寡台湾较有台湾味的即种风景画入去即个故事内底，对。啊，佫有这是第2季的时阵，就是除了讲有迄个因家己的学校是较阮家己较原创的即种设计啦，就是较古锥的迄种设计。啊，除了有即种，就是因台校园的设计以外，佫有一寡嘛是较台湾味的，就是即个算是体验迄种bản地的所在，吼，啊，佫有海边啊，啊，佫有迄种，这是下骹即张是因去参加即个演唱会的时阵的一寡画面，啊，即个画面拢是较大场面的，就是有较侪人会客做伙即种，所以这是第2季的特色啦，是迄个场面拢会变足大，啊。佫有一个重点，就是因第2季拢是需要家己去做遮个食物，所以因嘛定定会出现伫迄个灶骹，所以就是有，这是树仔骹，树仔因的迄个秘密基地树仔骹迄栋楼内底的一个所在啦，就是因拢会伫遮煮面煮食安尼。啊，刷落来就是重点，就是遮个料理，第2季原着重点就是遮好食面嘛，所以阮就是。每一集拢会出现无共款的好食面，啊嘛是会当互囡仔知影讲，台湾有遮尔济无共款的食食文化。就是譬如讲，阮嘛是甲一寡较古早，譬如讲红菇粿啊，还是讲过年时阵会食迄种发粿啊，即种拢放入去内底来，然后互囡仔了解讲，遮个物件是做啥物款，对。啊，头前的物件拢准备好势，就会当开始做即个动画，就是甲遮个物件。放入去影片内底，会当互因叮当。譬如讲，伊的头要安怎害，还是讲伊的目睭要安怎刻，还是讲伊的喙要安怎叮当安尼。啊，就是伫即个阶段，就是就是已经接近完成的即个状况啊。啊，上尾啊，就是搁甲音乐制作人遐做好的，譬如讲配音的迄个音档，啊，搁有迄个写音乐，搁就是背景的音乐，搁合作伙，啊，搁有即个字幕，嘛是放去内底。就是算是一个完成的上尾啊爱处理的即个后置部分。啊，讲到即个字幕，就是嘛是一个足复杂的工课，就是阮除了讲阮一开始请台语老师写好的迄个汉语的版本，就是汉字加白话字的版本。啊，因为阮可能嘛是有需要，互一寡无共款使用无共款文。会敢讲无共款版本的迄个，可能有一寡学生是看迄个教育部迄边的迄种版本，所以阮尾仔搁请艺传科技去帮阮做一个无共款的版本的字幕，啊，嘛有转到迄个转白话字的版本，所以拢是会当伫 YouTube 顶悬的迄个字幕的系统会当去选。啊，阮第2季搁有请专业的翻译者讲翻做英文，啊，搁有日文的版本，就是希望讲即个外国的朋友嘛会当透过即种看漫画的方式来熟悉着台湾的食食文化，
还是甚至是讲来学台语，嘛是一件足趣味的代志安尼。所以这就是差不多就是阮团队内部的一个美术甲动画制作的过程。嘿，啊，除了讲拄则讲着无共款的语言嘛，啊，阮阁有放一寡无共款时代迄种语言，譬如讲有一寡较新的词，阮就是直接用外来语，譬如讲 ice cream 就是直接讲 ice cream， 啊，阁有chocolate 就是较日文式的英文嘛，就是爱甲遮个现代物件放入去即个网界内底。啊，阁有譬如讲阮第二季有讲到即个精灵节，就是这应该是一个较商业化的一个节日啊。毋过即摆的少年人拢会过嘛，所以就是会当互即个，譬如讲有阿公阿嬷咧陪伴即个囡仔咧看，陪伴孙仔咧看的时阵嘛，知影讲啊，即摆的少年人会过迄个文化是安怎。啊，反倒转来就是，我嘛是会放一寡俗语伫内底，就是会当互囡仔知影讲哦，台语有安怎有遮尔一个足趣味的即种俗语会当来讲。啊，阮譬如讲，阮台语教室嘛是会教足侪即种甲主题相关的俗语，就是互大家拢会当无共世代的人会当交流。嘿，啊，大概是安尼啊，尾仔就是当就是请，若是还未看过的朋友，拢会当去阮 YouTube 顶悬找，就是阮料理剧团队啊，佮有迄个囡仔歌，就是做伙来唱歌即个系列。啊，佮有台囡仔歌拢会当，阮拢有放伫即个 YouTube channel 顶悬，啊，大家拢会当去找看卖，啊，拢是会当免费看的。嘿，啊，佮有阮就是嘛是有即个 Facebook 啊、Instagram，拢会当来追踪。阮就是会定期放一寡台语的图文伫顶悬吼。啊，佮有进前即个叶味菜，我嘛是有甲做即个四格迄个红仔图、红仔册，嘿。就是大家当去找看卖，就是阮就是平常时啊，就是做遮个图文的创作，对。啊，佮有即个应该是大家较好现，就是讲到底阮做即个网价是要安怎趁钱？这是一个较现实的问题。吼，就是阮有几种方式啊，就是第一个就是譬如讲阮第一季完成了后，就是有甲影片授权互即个公司台语台因，就是有伫电视去放送。吼，毋过就是短短一个时间尔，可能因为网站的迄个，阮是家己有伫迄个 YouTube 顶悬放送，所以因就无放伫因的迄个网站顶悬，所以就是敢若有伫即个电视顶悬放送。啊，我嘛有授权互做教材出版社，所以就是有一寡可能伫学校甲台语的老师嘛是有会收到迄个 DVD 内底，就是有阮的即个作品伫内底。啊嘛有囡仔歌诶，即个 MV 伫内底吼。啊，第二个部分就是拄则讲着，阮有去申请文化部诶补助案，啊，毋过这嘛是占差不多30成左右尔。嘿，啊，佮有其他就是甲外面诶外口诶一寡专业诶单位来合作，就是譬如讲拄则讲着诶，做一寡绘本啊，还是讲做一寡影片诶一寡合作案，都是会当互阮有增加无共款收入诶方式。吼，啊，佮有一个是阮公司家己其实有做别项的事业啦，就是会较大家拢看到即个检出购即个产品，伊就是会当互你伫即个你若是使用即个苹果电脑，就是 Mac 的时阵，啊，你若有一个 Windows 的软体想要使用，就无法度开嘛，所以你若是装即个检出购即个硬体，就会当伫你的 Mac 顶悬走即个 Windows 的软体，所以这就是阮另外一个事业。较敖趁钱的事业，所以就是互相就是，比如讲，阮台 Friends 这边就是做一个较理想方面，就是想要推广台语嘛，台语文化，希望会当创作更较侪无共款的内容，互囡仔看。啊，当然嘛是有一寡较现实爱去顾，就是即个公司要安怎营运落来。所以阮就是各有别项的事业来倒换即个公司，嘿，所以就是差不多是安尼。啊，阮家己嘛有一寡实体的商品，啊，若是大家兴趣，拢会当去阮的网站，阮应该是 Facebook 顶悬有一个 link 会当过去，吼。啊，佮有即个LINE的大图可能是较简单的，就是伫海外的朋友嘛会当买，就是阮最近正当推即个料理幼儿队讲台语即套，有汉罗嘛有白话字的版本，所以你就是会当看你较介意倒一种，你就是会当去选择，嘿。好，啊，大概是安尼。啊，佮有 App 即是。嘛是会当免费download啦，嘛是有需要的人就去找就好，嘿，所以就是今仔日的分享就差不多到遮。
嘿，若是有问题，就是尾仔加当过来讨论者，多谢大家。这小校务吼，真精彩嘿。啊，恁若总有啥物人吼，有啥物种诶问题，咱拢会使举手吼，举手嘿。啊，迄落我毋知影迄落即满有看吴医师举手，单类嘿，伊已经举手。啊，恁其他诶人也有问题嘛会使举手嘿。吴医师，你即满开麦克，你会使讲嘿。多谢。即吼第一个问题就是讲，即个关于即个市场调查甲市场开发市场即方面，毋知当麻烦你小介绍一下吼，看你即个产品出来了后安怎去推销吼，啊甲市场诶反应吼，大概啥物款诶观众来咧使用安尼吼。啊，另外一点我是毋是问题啦，就是讲我会感想，我相信，我感觉吼，即个恁即个公司吼，会当成功有三个足重要条件啦吼。第一就是恁遮工作人拢足少年，第二吼，恁拢有真悬的科技的背景吼，利用科技来做这个产品出来，但是上要紧的就是讲，你有一个足完整的商业形式，吼，自起头就是用商业的这个立场来咧发展这项代志。虽然你有30%的政府的补助，但是你是有独立性的这个我看，你看所有的这个美国像用美国做的。伊诶工业吼，不管是军事工业、武器方面吼，遐尼发展，都是因为有真强诶商业背景诶即个实力吼，所以我相信恁行即条路吼，足正确诶吼。上宝贵诶就是讲恁诶商业模式吼，毋通袂讲去互即个文化部体制内。物件，甲恁的创造力拔掉咧。多谢。多谢多谢先拜。安尼我先直接来回答，还是？我直接回应吼，就是市场，其实阮一开始嘛是感觉讲，毋知影要安怎去推啥嘛，是透过即个老师的帮忙，因为因都是有直接去接触一寡母语家庭嘛，就是台语的融合团即个组织，可能就是会去参加一寡图书馆的一寡活动就是嘛是佩华老师带领阮去参加的，因为阮一开始嘛是就是坐伫办公室内底一直创作安尼嘛，无啥物机会当去行去面对遮阮真正的，譬如讲亲子的遮个群众，嘿，所以阮嘛是豆安尼行过来，搁有就是阮上主要应该拢是可以面册顶悬有一个对囡仔讲台语即个社团，就是足感谢遐个即个社员，拢会甲阮斗分享阮物件，所以咱嘛是豆安尼行过来是使真济足热心的一寡朋友，吼，就是一寡网友安尼，就是会当甲阮斗推啥，嘿，搁有拄则讲着就是可能有去上即个曾家英老师的迄个节目，就是会当加减去推即个阮的作品出去安尼，对。所以大概就是透过可能网络，还是讲实体的活动，安尼去豆去推啥，对。我想要请教校务哈，校务哈，即个假使讲来对一个完全拢无直接着台语这边的一个使用者啦哈，我要甲你介绍讲迄个恁公司有啥物款 video 通看吼。我要甲伊介绍，要安怎甲伊介绍，互伊会当安尼看着恁公司全部的产品。因为我发觉讲，我本地是想讲，我接触着讲哦，恁有一个迄个台湾味的料理救援队。其实今仔听你咧介绍吼，
哦，你的产品嘛不止啊丰富啦，吼，所以你讲等这部分吼，甲大家说明一下咧嘿。应该是讲，阮早期是做 App 的，主要是做 App，毋过就是 App，若是台语即方面的，就是两项，就是台囡仔顾甲迄个幼袂使迄个游戏，这两项。啊，其他其实是华语的啦，因为阮大生就是做华语开始的，所以就是嘛是惊歹势讲，若是想要学台语的人去找迄个阮的 App Store 顶管，找着较侪华语的物件，所以就较歹势。啊，所以阮即马拢是主要是去推销阮的 YouTube 的频道，就是会当看着拄则讲的迄个囡仔歌啊，就是有3条囡仔歌的无共款的版本的 MV，吼，啊，佮有就是第1季甲第2季的即个料理救援队的漫画拢有放伫顶管，吼，就是会当去阮直接找阮 YouTube 较紧。啊，若想讲你YouTube 敢有收入，若当去看 YouTube，就是用有开迄个广告，毋过迄就是加减趁尔，对。主要嘛是去进前去授权互电视台，是讲授权互出版社即方面会较济，对。我阁有看到迄个 Josephine 样有举手，嘿，你会使讲。迄个我对今仔日即个迄个座谈会真有趣味吼，因为阮囝伫迪士尼乐园，由阮负责动画的吼，所以我感觉讲安尼个台湾阁有用台湾话来迄个吼，我确定着要加入去看吼。啊，即个恁号即个名呆呆吼，有够古锥啦吼。啊，我是想讲，迄阵才会想着讲号即个名，我当然是真有创意，囡仔引起囡仔的兴趣吼。但是感觉讲真谦卑安尼吼，讲家己安尼呆呆吼，真趣味啦。你小可共解释一下是安怎当初号即个名，佮遮古锥啊？其实嘛是像西摆咱讲的，就是用一个，我毋知来要怎形容，就是你敢若有一，歹势我讲华语就是讲反差萌迄种感觉，就是伊看起来足古锥，毋过阮叫伊是足台安尼，就是有即种互人感觉足冲突的迄种感觉啦。啊，毋过就是因为迄是嘛是阮足早期的，就是有即个品牌出来，所以就继续用即个品牌安尼，所以就一开始是想讲要互大家印象较深啊。啊，尾仔嘛是去观察到市面上就是最近有足侪迄种适合囡仔看的物件，拢是用一款较趣味的名，譬如讲迄个啥物，就是有一个尻川面的迄个探地，恁敢有知影？就是有一个翁仔册，就是日本遐的啦，伊就是一个尻川，就是有互囡仔感足趣味，就想要去看。就是去引着囡仔的迄个注意安尼，对，所以就是算是一开始后边想讲就继续用安尼，对。Candy， 那是 Candy 呗。Candy 嘛举手 ，Candy 嘿。多谢，我就是因为阮查某囝5岁拢会看恁的物件，我想要问讲，因为我有看到恁有迄台台童书多元家庭篇，我敢想要问讲，敢会使做台语？搁有伊有一寡台台的 app， 有一个物件，性别教育篇，敢会使嘛家己做台语？好，我了解。这就是阮嘛是算早期的一个试验嘛，就是因为迄当阵嘛是想讲要做一寡别人较无咧做的一寡内容，所以咱就做一个甲性别议题较有相关的。因为迄时较早期，阮嘛是尾仔有伫即个 YouTube 顶悬嘛，阮请阮朋友去录即个内底，应该是2个故事啦。因为迄个故事有一半是爱付费去买，就是阮是会当免费登录，毋过有一半的是需要付钱去买，所以阮就想讲，若是全部拢甲放入去网站顶悬，互大家免费看落，对正经来付钱遐个使用者较歹势，所以阮就是有拣几片啊，就是免费当看，就是有迄个咧小盖，就是阿公甲因的同学有无共款的家庭的组织，迄应该是有放伫阮的 YouTube 顶悬，会当过去找看觅，就是应该嘛是得放伫迄个做伙来听台语囡仔讲迄个影片的迄个 list 顶悬啊，就是肯定会当去找看觅，多谢你的支持。歹势，阮头拄啊断线，我想要问讲，我是断线啦，歹势，无说你落去。
我是要问讲，多元家庭甲迄性别教育，敢会使翻做台语安尼？就是我看着恁其他诶，除了台语 app，阁有别种诶，别种诶，敢会使翻做台语安尼？因为阮主要就是即马已经无搁做即个 app 诶开发，就是豆豆仔会刷来做即个 YouTube 顶嘛，所以阮已经有甲几篇仔改做是台语诶版本。若是有新诶故事，阮嘛是会当搁去规划一个。嘿，即马应该是有两三篇伫顶悬啊，就是甲即个性别教育甲即个家庭多元家庭相关诶即个内容。安尼有听着？有，多谢你，多谢。若无人咧问吼，我来插一个问题啦吼。我会记得我差不多2010年迄骹兜啊，我有去经过迄个阿天的介绍我有去伫台北迄个介生市下骹介生市诚品书店的款，拄好伫迄个我若无记毋对，敢是仁爱路啊、复兴南路迄骹兜的顶头，遐有一间叫做 Sofa Studio， 迄是郭台铭因囝开的一间迄个 studio， 内面相当有规模迄阵我迄阵我会理解是讲，因有家己先制作节目，拢先写故事起来，写一个synopsis，就是写一个大纲出来。伊变做讲，因还未开始迄落，还未完全制作好因就开始咧卖啊啦，就是讲因会当卖互世界各地无共款的较少数的语言，若安尼先变做去伊的市场就足快，毋是甲，所以伊咧制作虽然是干那制作一段影片，但是伊卖互世界各地无共款语言的迄个电台，所以若是，但是伊即摆可能毋知是啥款原因，即摆收起来了。我去甲调查时，听讲是足早可能经营袂落去，就收起来。但是迄当时伊的规模应该是不止有规模啦检采讲时机无共，也无定对啦所以我是咧想讲，恁敢有法度讲怎啊变做讲毋尔干那向台湾的市场尔，就是讲先简单。你若讲有一个计划出来的时阵，就开始讲看去找即款迄个电视平台啦还是讲无共款的平台合作安尼来增加讲恁的收入安尼嘿。这嘛是阮希望会当做较到的，所以阮即马是先甲迄个就是英文甲日文的字幕先放入去 YouTube 顶悬嘛，就是加减会当互一寡外国的朋友会当看，我之前嘛是有去一寡台 review 好的迄种社团去推啦，推送，就是看敢有啥物反应安尼，对，因为之前是讲美国英语含即个日语拢做 anime 拢足强啊嘛，对啊对。虽然去找迄款迄落语言强要转去迄种的国家足少的语言，伊嘛有需要即种的产品，反射迄个效果会搁较好啦。我是安尼咧想啦。你若安尼想，你就是你若讲做英语含日语，因就比咱较强啊，因的迄个 content 就比咱较侪啊。你若像讲去法国，像迄法国南边迄强要灭消灭的语言还是讲原住民的语言，中南美一寡较无人咧要伊的语言，检采机会佫较大嘿。可能是因为阮的内容拢是台湾家己的即个食食文化，所以较歹去转做是别人的语言，所以可能会感觉怪怪的。所以阮是敢若是字幕放别，就是别的语言尔，对。但是可能配音若是配别语言，可能感觉小可怪怪的。所以我是毋知影讲因迄当时的模式是安怎啦，有可能检采讲伊敢若卖画面，去互人个 voice over 去互人个去配音嘛。我是有去看因最近有一个母母学的迄个，嘛是一只动物，因是其实是无台词的，就是互做幼囡仔咧看的，所以迄个就是会当倒一个国家拢会当看，
因为伊完全无讲话嘛，所以伊其实嘛无迄个语言问题，对啊，就是单纯是做画面互囡仔看呢。嗯，确认吼，有一位叫做古仔，伊有 comment 吼，伊也要讲互大家听嘛，真欢迎。伊敢要迄个古仔，你敢要开麦克，小可讲一下。Hello，敢听有？我有听有嘿。无，其实我无要讲啥，就是想讲有看着讲有日本也是韩国，因为迄款专门做互外国人看诶电视台啊，伊嘛是会放亲像呆呆诶即款风格诶动画片段，讲一寡在地诶故事安尼。对，我是老画区是要啥安尼啦。对啊。应该加减拢有在做。哇。对啊。多谢分享。我有看到迄个软软专门课吼，迄个王昭文老师伫遮，伊是做个配音的，阁有欧仁老师，因嘛是拢配音的专家。我毋知影因哪遮厉害吼，因为我感觉我无办法变我的声，因为逐遍拢讲人听着我的声就知影是我，我无办法像讲要变做别个人的声，我毋知影是安怎，敢要请焦文老师还是迄个欧仁老师分享一下。焦文老师，你敢会当代表软软专门课小可讲一下？焦文老师，伊开麦克啊。你好吼，今仔真正非常欢喜，因为我嘛是台南人，我即马住伫咧台南的生活，所以我今仔知影讲咱台南有遮尔啊好的一个资源会当使用吼，尤其是我搁伫教育界，感觉这是一个真好的会当推广甲会当来使用的教材，真正是足甘心的因为许管姐讲的是讲要了解讲配音安怎变声，其实我感觉迄就是因为咱若会当入戏入迄个剧情内底时阵，你若认为你是迄个角色的时阵，自然你就会当家己的迄个感情吼，甲伊算融入迄个角色所以这是爱看规个迄个剧情的变化，才会当产生迄个感情所以声音的表情啥物迄拢是因为迄个戏剧的编排互你有一种感受安尼，所以这是一种对我来讲，我是会较想要较随性来表现家己的迄个声音安尼啦，但是这是一个足专业的迄种工课因为我感觉讲，你要甲一个角色甲伊诠释甲真有一个个性你是爱先想好即个人的音色应该是什么种个性还是讲伊是较俏皮的，还是较古锥的，还是较邪恶的所以各种的迄种角色的迄种个性。你若会当融入的时阵，就自然会当表现。这是我一个即几天配音的一个感想其实欧仁老师嘛足厉害，会当麻烦你甲我分享一下。欧仁老师嘛伫遮，咱较顶仔请欧仁老师分享吼，我较顶仔会使问焦文老师讲，你问迄个校务。讲恁邀请这敢是阮拢是足专业的迄个配音员因为即马吼，我搁发现着赖家书台长，伊拄仔伊来伫遮因为赖台长伊就是软软专门课的台长伊有开迄个配音教室的迄个训练班所以敢会当拜托赖家书台长，你嘛来分享。好，安尼首先先甲大家抱歉，敢有听到我的声音？好听。是的，我真正是有够歹势，因为我将这个消息发互大家老师，我家己算我真正袂记得起来，因为站较无用足歹势，所以我毋知影讲今仔日有
讲到什么重点。不过，咱的教文老师甲欧伦老师，还佫有我佫有邀请一个秋娜，秋娜毋知拄则有请伊讲话无？秋娜，安娜无看到秋娜，秋娜的代号伊有入来，伊的声音吼，伊会当记查甫声、记囡仔声，伊非常的优秀，所以我特别邀请伊来会当分享安尼。对，啊，所以我毋知影即马，我应该来讲什么内容才对？讲阮的迄个台语广播的演习营吗？还是其他的？OK，你会使小可介绍你的演习营。嘿，好，安尼像咱恁老爹，等下即麻烦你会当甲大家分享一下吼。我先甲咱各位先拜咱遮好朋友来报告的是，阮的台语广播演习营是对阮109年摕着文化部迄个计划，阮制作台语文学的广播剧的时阵，迄年迄届阮办了真成功，就是讲，阮无想着讲会遮尔啊反应遮尔啊热烈，就是咱台湾有遐尼济对台语广播有兴趣的人。所以阮一暝吼，阮报名一暝就满啊。阮本来是按20个名额，结果报超过50个人。所以阮过年刚早较，阮迄天暗时啊，差不多9点发布消息。过年刚早起9点紧甲规个报名关起来，规个拢满啊安尼吼。迄间咱50几个学员学员来学习。我情况就是超过一半吼，学员拢有留倒来继续参加后续的配音。所以咱伫旧年甲今年，咱连续2档所做的广播剧，拢是会当讲素人吼，咱即马流行讲素，就是讲拢非专业的有兴趣的安尼吼。尤其今年还佫有一寡成大大学生4、5个囡仔，因咧拢20几岁啊吼，台语讲真诶因无啥咧讲。不过因像咱即个成大蔡美惠老师吼，美惠老师开个台语课了后。美惠老师介绍因来参加咱广播剧的配音，所以遮囡仔有哪来吼，所以我感觉伫咧旧年甲今年安尼吼，咱遮的参加演习营的学员，有真侪是退休的老师，嘛有在业的学生，所以我感觉真有意义，就是会当透过即个演习营，会当集合真侪遮对台语有兴趣的人，做伙来完成咱的广播剧。所以阮伫咧今年，阮也有甲文化部报一个计划。今年的计划是要做3合院吼，就是咱即个较早咱庄家遐迄个3合院的台语，其实我到即马佫毋知安怎讲较正确哦。等下若咱遮的先办了，知会当甲阮看教一下。有人讲是亚心好灵，但是安尼讲做饶舌对无？就是足久有一间正心好灵，安尼听起来敢若怪怪哦，会无？所以阮搁咧研究，毋知安怎讲会当较水啦。正心互灵，我知影是照正统的讲法，但是咱在文学内底，你讲正心互灵，听起来无遐尔啊水安尼吼。对，阮今年的即个案应该真有机会当通过补助，因为文化部即2天甲阮通知要做面谈，所以我即2天嘛是咧无用即个代志吼。今年有机会伫咧7月份开始来开播，我嘛是共款做36集。阮是用一个儿童绘本。嘛毋是儿童绘本，你讲毋对的，一个绘本，三合院的绘本。即个绘本是为互大人看的，但是内底画足济，阮即个呢吼，差不多5年级吼，5字头就是1960年代出世的即个呢。阮细汉的一寡即个回忆，阮的回忆。还佫有就是咱台湾伫咧差不多40、50年前的庄卡的一寡生活。迄本绘本内底画是安尼，阮分做36集，然后阮会编做36篇故事，照迄个绘本顶悬的迄个画面来编故事，编做台语的广播剧。共款今年若是即马武汉肺炎的疫情，若是会当伫咧7月份得到控制，就是讲咱政府莫阁升级管制，阮希望今年会当办第2届即个台语广播演习营。所以时间嘛真欢迎咱伫咧台湾咱遮好朋友吼。若有兴趣会当来参加，不过名额当然是有限吼，所以若要报名，时间动作较紧的安尼。以上我先安尼简单报告吼，谢谢。台长，多谢老台长。你头我讲迄位阵伊有来，哈顶你嘛会使互伊来甲咱示范一下吼。迄个校务，你找看觅校务你迄个，恁这配音的人，敢是有哪拢专业的？敢会当请你？因拢是配即个
因较侪是配即个日本迄边的放假啦，就是做有经验，就是20-30档经验的即个做资深的老师啊，嘿，啊，就是譬如讲，阮内底有一位，叫牛奶老师还是牛奶老师，伊就是配即个最近足穿的迄个《鬼灭之刃》《鬼灭之刃》的其中一个角色，嘿，所以伊嘛是之前有伫迄个漫画的展览。有用即个台语现场表演，所以大家拢会当伫 YouTube 顶悬看到，因拢是足有经验，就是伫即个声音的表演即方面都有做，就是专家安尼对。阮有一位安娜老师，我今仔有看到一位安娜sign in 吼，所以安娜老师敢要拜托你有哪小可讲一下，因为若是乱乱专门 K 的团队的人。对，安娜老师嘛是咱广播剧内底吼，伊足侪阿嬷拢是拜托伊来演的，伊演阿嬷是非常的到位。啊，笑若你若有方便麻烦你嘛，甲咱安尼分享一下哈。安娜老师，我是安娜。你敢会当较大声的 OK， 抓一个所在吼，可能较细声。大家好，我是安娜。我是大部分时间拢在配阿嬷的声音。我会配音，因为我真爱讲故事。讲故事因为以早30档拢咧教语，我主要是教英语啊，后来接触台语。我较早台语嘛会练转，较近嘛小可进步呢。因为教囡仔要去因会注意力吼，所以我就爱融些情境，就是像赵文老师讲的，我就爱看这个角色是啥物款的性格，我就做安尼。囡仔上爱听迄种变鬼变怪，所以我就有当阵会安尼碰黑，黑白讲话有当阵我做阿嬷阿公的声音就好耍，所以为着要让囡仔吼，才家己自我训练配各种的，这是我感觉配音较趣味的所在。好，多谢。你声音有较细声嘿，多谢嘿。小武有放一个 link 伫迄个 chat room 吼，所以恁有兴趣，恁会使点去看 YouTube 的 link。小武，这个 link 是内容是啥物？这是拄则迄个 Candy 有问迄个台湾家庭敢有台语的版本，我有做几集放伫 YouTube 顶悬。毋过迄毋是欧巴老师配，迄是尾仔阮搁请朋友来重新用伊的方式来讲故事，所以就是另外一种方式啦。若是要听欧巴老师的版本，可能就是去 download 阮的迄个 app， 就是奶囡仔国迄个 app。有看到美玲野手，但是即马手搁囥咧，是无？是啊，我想讲别人讲较趣味。你也有问题，你问。OK， 我敢会使问你一个问题吼？恁敢捌想过讲吼，叫囡仔来做配音？因为若准讲吼，有诶囡仔会使来配音吼，这是毋是原来是另外一个方法，讲鼓励迄囡仔讲我学台语，无啥路用，我来当去配音，囡仔就安尼较风情安尼吼，可能囡仔会真爱。我直接，其实我有想过啦，就是，毋过阮家己是，因为我知影讲找囡仔来配音，就是需要有一个，可能伊妈妈就是爱伫边仔陪伊做伙来讲。之前阮就是甲迄个曾家英教授来合作的时阵，伊就是找伊家己的双生仔囝来配音，真正是足够水。毋过我是想讲，可能主要嘛是爱找即种较实在的
囡仔来配较合，啊有可能伫未来新的作品就会找一寡本来就是台语家庭的囡仔来做一寡配音的事。毋过阮还袂开始计划啦，所以这是一个嘛是有这个想法，嘿，就是若是有可能尾仔会开放大家来报名安尼，对，就是若是有这个机会，对，就是敢若做心实的。啊，敢搁有啥物人有啥物问题？哦，洪慧敏，洪慧敏，啊，搁梁光兄拢有举手，啥慧敏先讲过来，换梁光兄。我是慧文吼，啊，因为我捌看过，慧文，对，我捌伫 YouTube 看过迄个即个疗愈救援队吼，我要想要问看恁的是毋是伊个册吼，恁敢有做像童书安尼吼？是单行本，还是讲有几集来合做一本安尼？阮即摆也无做实体的绘本啊，这嘛是阮未来的一个计划，就是希望会当出实体绘本，互可能就是老师也是囡仔会当伫厝内底看。啊，毋过阮颠倒是先做漫画，才来做绘本啊，就是可能甲别人较无共，别人是先做漫画，做迄个红仔册，才来做动画嘛。所以阮是行一个另外一个方向的创作方式，所以就是嘛是未来的计划安尼。哦，真好，因为阮是讲以早读册时，咱拢会看迄漫画书嘛，吼，也是讲迄感觉呢，咱的课余的时间有无吼？下课时间咱有一寡，迄阵无讲像即摆绘本遐济啦，啊，毋过遐的连环画吼，遐的漫画书拢是咱真喜欢，啊，所以拢像讲即摆科技遮发展吼。啊，会当做即种动画，但是伊若当有童书的部分安尼吼，我感觉除了迄个电脑吼 YouTube 安尼来去看以外，搁有册当咱嘛会当搁一直回味一直看安尼啦，这是我的看法，谢谢。多谢建议，阮未来应该是会规划即个实体册这方面的出版的计划。好，期待，谢谢。我拄则看到即个下午恁咧录音的时阵，恁拢伫录音室所以不只专业的款啊，我嘛捌听过即个罗家树先生因的分享因讲伫疫情的中间，因是足侪配音员是伫厝里录的啦，所以我是要请教你讲，若是讲当厝录恁较过来剪接安尼敢有可能？其实大先，阮较早期做即个 app 的时阵，阮嘛是伫阮家己的办公室录音尔，就是用家己的公司的电脑安尼，接一个麦克安尼录，就是譬话老师就是伫阮公司录的。其实就是看观众的耳孔敢有遮来啦，就是敢会当听出是伫什么所在录的，因为阮可能无伫专业的录音室录，就是小块背景的迄种声音的造入来，所以就是看观众的即个接受度。因为我是想讲，即个漫画就是爱做到位，就是因为毕竟就是有一个算是一个较大的计划，所以迄当阵就是找即个专业的录音室，佮有录音师来录遮的即个收遮声音的声音的音档安尼对。若是要做一寡较简单的，譬如讲有声册即种，可能嘛是会当伫厝内底用一寡嘛是会当找一种较厉害的即种麦克来录，因为即摆嘛是迄种 podcast 嘛是真侪人伫厝内底了，安尼开讲安尼录起来嘛是袂歹的一种方式。所以恁迄个录音室是伫高雄无，迄是台北，就是爱配合迄个配音老师。OK，所以恁若甲做的时阵是迄个线线有若请因的录音师在场安尼就对。其实迄位录音师就是阮的音乐的制作人，伊就是嘛是做一项代志拢爱做，伊是。所以录音室是伊家己咧经营的嘛伊进前有啦，毋过尾仔就是甲别人租。对。
是，就是伫台北，伊迄个录音室应该是阮就是有做3条迄个囡仔歌嘛，就是迄个查甫的迄个歌手伊开的一个算是录音室甲音乐教室，就是合作伙的一个所在。我刚才再去补充个问一个问题，我可能嘛会当同齐问迄个赖家式台长啦，哈。伊阮后生有画2本迄个网页啦，哈。啊，一本是伊画，一本是较简单，哈，伊无正式出版啦，哈。啊，伊是画黑白的，哈，可能是画去游台湾的故事，哈，简单安尼哈。啊，另外一本哈，伊是会用彩色来画，啊，毋过伊即本彩色咧画较变做讲，伊内底就是拄则像下午安尼讲，内底拢无写字啊，啊，拢完全拢无遐互人。啊，我问我你现在无爱写字，伊就是讲要用图讲故事啦，吼，啊，所以就是讲，就是你主要就是讲你若写字落去，就是含伊咧创作即本绘本的迄个原意，就是变做讲侦查，就是讲伊就完全要看即本册的人，就是爱家己去想象一个故事出来安尼啦。我是讲，若是讲你遐若是有趣味吼，还是讲要看卖啊，还是讲迄个教授老师遐吼，我会当地址互我吼，我会当寄一本互恁参考看卖啊。最后，敢阁有问题？我知影欧仁老师伫遮啦，欧仁老师敢有要小可补充？伊的声音嘛有够厉害。讲录音配音的部分安尼是吧？会使啊，因为这是你的专业。我算半桶师啊，都毋是半桶师，我算半桶师啊。我感觉就是可能，我知影讲咱台湾的布袋戏吼，含中国的布袋戏无共的所在，就是吼，咱台湾的布袋戏主演吼，啊伊怎算讲，遐所有的角色拢主演落去讲，啊所以就是主演，伊就爱落去掠迄个，除了声情以外，啊就是即个人物的伊的声音特色，拢会掠出来。啊，就可能以早看布袋戏的经验，啊，所以怎落去掠讲，佫包含咧教囡仔表演，啊，落去掠讲，其实每一个人物的部分无共款的所在，就是伊的节奏。无共款的人物，可能伊的节奏紧慢的差别，啊，佫包含讲伊的即个声音调悬低的差别，啊，有时啊可能明暗的差别，然后明然后暗的差别，啊，大概安尼落去试落去整理落去，我感觉是算看卖啊，啊，着算了若有顺的时阵，啊，着家己感觉趣味深色，啊，可能家己感觉趣味深色，我感觉伫表演的领域内底吼，家己感觉趣味深色，即个趣味深色的感觉就会传互观众听众安尼，我感觉即大家是我个人上大的一个体会安尼，吼，以上甲大家分享报告安尼，感谢。老师吼，伊讲布袋戏拢是干那一个一般的人咧讲，啊，最近有一个布袋戏的广告，迄广告迄落爱挂喙暗吼，啊，就是啥物素还丁啊，啥物货啊，因为迄个广告最近伫台湾的电视不时出来，咱会使来听看卖啊，看到底是几个人的声，无定逐个听看卖啊趣味，无定伊从头到尾是干那一个人的声，呀。OK，JR 有举手。Houston 的 JR。歹势，即摆敢有听诶？有听着。啊，歹势哦，因为again，我来讲，我来开 video 吼，可能会死去啦吼，所以我歹势我就无开吼。啊，我即个问题是要问即个小吴啦吼，有较离题，但是我是做好奇吼。啊，头我介绍时阵有讲着讲。你本来是无咧讲吼，啊，即摆你会当讲啊到即个台语啦吼，讲即个台语的即个转换。啊，我即摆问题是问讲，你伫即个过程内面吼，我相信你的
你的 background 可能是你本来就会晓听有诶，是无咧讲啦吼。啊，即马甲转过来，你会晓讲。啊，伫即个问题要问诶是讲，伫即个过程内面，你咧到即个时站，你敢有感觉是一个啥物种诶情况，还是讲伫即个过程内面，你有感觉有一个啥物种诶一个 click， 你怎讲？啊，我怎变过来讲？我咧讲嘛是会当安尼讲出来，迄个想法，即个过程内面，你敢有感觉一个较特别诶所在，会当互讲出来，互阮一个分享一个意向。多谢老师。其实我应该讲就是环境啊，就是因为进前就是可能爸爸妈妈咧讲话的时阵，因就是家己会讲台语嘛，啊，毋过甲阮讲话拢是讲华语，啊，就是我开始做这个工课了后，就是除了讲甲老师迄边讲话，我就是强迫家己一定要用台语来表达，就是虽然讲一开始拢会有一寡词拢是讲用华语的方式去讲，啊，毋过老师会提醒我讲，台语会当安怎讲，啊，我就家己落来说哦，大概比如讲介绍嘛是就是讲会当讲小解安尼，我可能进前拢是用华语去思考，啊，就是用即种方式去甲记起来，啊，搁有就是我开始做这个工课了，我妈妈伫厝内底就是拢会甲我全部拢是改做用台语来讲话啦，所以就是即种可能就是大人就是对阮讲话的即个方式嘛是做影响足深的，就是尤其是即马细汉囡仔，尤其是安尼嘛，因为我已经大汉，阮讲话拢有一个较无练转的迄个腔口，所以就是爱改较歹改啦，就是啊，搁有一个就是去学习即个罗马里嘛，就是知影讲。啥物有一寡音是，其实是阮正常拢念毋着去的，所以就是会当透过安尼学习来，就是豆豆仔进步。啊，毋过即马是讲了较无遐尼练转啊，就是大家听起来较艰苦一丝啊。多谢。大概是安尼。看吴医师佮举手，吴医师。若无人轮到我讲一个吼，即个讲到即个母语，佮捡倒转来吼，我最近遇到一个实在的例吼，啊足甘心的啦吼，一个我的好朋友吼，伊少年人目前伊是咧专门，我即摆莫讲名啦吼，专门咧做台语啊，甲教台语教学吼，即方面的代志吼。啊，最近因老母过身啦，啊，伊才咧甲我讲，吼，伊足侪代志，因老母无了解伊，吼，啊，为伊做即个台语即个工课了后，伊愈来愈有机会甲因老母讲话，吼，啊，因老母一直才渐渐了解伊，吼，啊，因老母过身了后，伊才讲吼。即项代志吼，互伊甲因老母安尼足接近起来，所以吼，我感觉即个母语实在是足宝贵的物件，吼啊，真侪少年人即摆佫捡倒转来吼，啊，可能你以后会感觉讲，实在是可能是真宝贵的代志，嘿，好，多谢。分享吼，我即马佫看到区碧华老师举手。碧华老师，你敢有举手，还是我？嘿，无我本来想讲要开镜头，毋过我的镜头毋知哪，佫开起来啊，因哪物有哪物无？因为拄则有伫讲迄个讲台语学台语的代志吼，啊，我也想着讲要甲大家分享。因为大概即个料理救援队伫配音的时阵，其实我拢伫咧录音室内底，啊，我会听，就是因伫咧发音的时阵，到底有准啊无准，吼，啊，我有一个真深的感想，就是讲因有3位配音员嘛，3位配音的老师，啊，其中有1位伊有去学过罗马字，啊，所以伊伫发音的时阵若有问题吼，我着甲伊点一下，伊就知影讲，哦，原来该合喙无合喙，该入声伊无入声，伊足紧就改过来啊。啊，另外2位，因拢真够讲无毋对，毋过因为无学过罗马字，啊，所以伫讲的时阵吼，就变做讲因较无法度理解啦。
所以我是建议讲，咱即马即内底的人，若是讲吼，你有要，就是讲你家己有要，讲互伊较细正者，还是讲你要，你身躯边有人有要学吼，我建议讲，也是爱先学罗马字，安尼是较好。以上是我的建议，多谢。多谢片华老师吼，因为即马已经11点要40分啊，罗家书台长去举手。歹势，我是帮迄个手那举手，伊即马佫转来啊，手那麻烦你家己来开麦，甲大家来分享一下安尼。手那你敢有伫啊？伊生伊的名是啥物？我毋知影用什物名咧。叫做秋啊，敢是秋啊？对，有伊片，手伊那开啊，手开啊。哦，开啊，好。敢有，有听到这里讲。歹势哦，我才偷走出来尔。安尼敢有听到声音？有听到你这里讲。嘿嘿嘿，我是感觉，你有够厉害的呢。我本身我大学的毕业制作就是做动画无，毋过我无想讲会使做台语的。我是因为现在大家很多我们这个倍数的啦，都是在讲中文嘛，不过我们都是想要把我们台湾的文化传承出去，可是我们却没有想到用台语来表达，所以我觉得你们好厉害哦！而且恁请的拢是迄专业的配音员呢，谢小娟姐我就知啊，拢是迄配电视上卡通人物迄嘛。毋对，超强的，超强的。我是做感谢因的台湾合作。真的也是对你们有很多期望。谢谢，有缺也可以叫我们的团队。那你可以秀一段你的卡通声音吗？确定吗？试看卖啊，互大家听看卖啊。来一段海绵宝宝好不好？来哦！你们想不想吃美味蟹堡啊？叫那你用台语讲一段。恁有食过我的包啊无？奇怪。因为我即马是饭店，我毋敢收大声，你敢知？像那伊迄个学囡仔声吼，足厉害，学查甫声嘛足厉害。咱即个八转音乐广播剧迄个流浪的街头内底，迄个小丽嘛就是演的。大家那个若有兴趣，咱去听看嘛。伊结迄个查甫囡仔的声吼，真神啊呢。对。哦，对，多谢台长。好想笑。多谢树啊，伊即马伫外口，伊讲伊伫饭店啊，所以伊讲伊毋敢讲上大声嘿。以后有机会，因为阮足爱迄个78转，暖十分 K 78转，有机会阁邀请恁过来。咱今仔日我想，你要阁讲是无？无，你讲，我毋听晓啊。因为我即马是饭店，我毋敢收大声。好，安尼咱今仔日吼，咱正式的节目到遮，多谢迄个校务还是校务？当然是小五呵。小五嘿，多谢你吼呀！遮少年的查某囡仔，伊过去台语讲袂认得，伊即摆会当做讲遮好安尼规场吼，实在真多谢。我即摆甲时间交转去，互梁光兄互伊介绍后过的节目。好，等者我阁找一个哈，恁阁继续讲哈，我找东安姐。